立功劇團推出的舞台劇《人間條件3》台北上午0時，頭一屆演出是在20年前，到今已經巡演63場了，75000個觀眾入去劇場看戲。經過11年啊，這出戲要重新搬上舞台。導演兼編劇吳念真表示，這出戲的背景是物資正欠缺的50年代，雖然生活真艱苦，不過人和人之間依然有單純的情感甲對未來的希望。雖然今年的票已經賣了了，不過明年1月會擱再加演。看你的戲，我很快樂。我唔知影恁兩個有啥人敢甲我結婚。麵店頭家的外甥女阿蓮溫柔怪客，對外地來台北學三個少年家攏對伊有意愛。在阿蓮奉走讀以後，有關係互相幫助。吳念真編導的《人間條件3》台北上午0時，經過11年，當要擱重演。今年有少年演員加入，阿蓮甲由林武順演出。伊講《人間條件》是伊的戲劇啟蒙，甲劇中前輩合作的那像在看一本擱一本的教科書。我20年前有看過《人間條件3》。迄當陣我高中剛畢業，這屆會當接下這個角色，是有壓力，但是同時也非常期待自己可以在為這個劇，然後為這個角色多貢獻一點什麼。編導吳念真表示，《人間條件3》是對伊的生命經驗改編做劇本的，背景是物資真欠缺的50年代，是伊懷念的青春歲月。雖然生活真辛苦，不過人甲人之間有關有單純的感情，甲對未來願望。一款美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，我會懷念以前那種一群人在最辛苦的歲月裡面，躲在一個房間裡面，在談自己希望的未來，談自己對愛情的向往。我覺得那樣的單純真是美好。吳念真嘛表示，有在討論反射未來人間條件系列有可能會當規劃做影集。不過伊講家己嘛已經有會啊，可能會是由別個導演來翕。人間條件3自10月至12月，分別會佇咧台北、高雄、甲台中演出。目前票已經賣了啊，明年1月會擱加演。記者盧尚書、鄭俊佑台北報道。